在感情的世界里，相比于男人而言，女人往往更容易缺乏安全感。她们常常会忍不住去猜测伴侣的心意，想用各种方式验证对方在不在乎自己。但实际上，要想判断一个男人是否爱你，根本不需要费力去证明，单看一个字就够了。男人是不是真心爱你，往往就藏在一个宠字里。宠不仅是爱的最高境界，也是感情到了极致的表现。就像一句话说的那样，一个人爱你，会在心里时时记挂着你，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。只有那个把你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人，才会细致周密地宠着你。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是经得起岁月和风雨的，也会在你难过的时候给你最真挚的呵护，在你疲惫的时候做你最坚持的依靠，在下雨天担心你有没有带伞，在百忙之中发个信息问你吃了没饭。一个真正宠爱你的男人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给你想要的温暖。他不是天生好脾气，也不是生来就懂爱，只是比谁都知道珍惜，明白爱情的本质是偏爱和独宠。他会把你的好记在心里，时常担心你照顾不好自己，你喜欢在意的都替你记着，你看不懂的小细节也帮你留意。其实女人这辈子最想要的，无非就是这样一个宠着自己的人。她能包容你的小缺点，接纳你的小情绪，无需甜言蜜语，无需海誓山盟，一个顺手的小动作，一些细碎的小事情，都言之凿凿地诉说着自己的情意。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就把你感动晕，而是细水长流地把你宠坏。倘若今生有幸能遇到这样一个懂你的事，知你冷暖的男人，千万不要迟疑，也不要犹豫，他就是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。